欢迎乡亲继续收看《华视台语新闻杂志》。2019年8月13，国内真出名的表演艺术团体悠人成果，拄到创团31年来上大的浩劫。徛伫个目沙老泉山，专门咧练习的基地火烧厝，连同200多件乐器全部烧了。创办人刘若愚心真痛，伊讲会伫个原地来重建。 希望是一个更加重视自然、以生态的方式打造的排练场。无偌久之前，有人神谷才到海拔7000公尺的车兰山，离明池的湖边有一场真浪漫的演出。华视新闻杂志嘛随团来记录这场精彩的表演。咱就来看悠人成果这31年来安怎创作传奇，因阁要安怎度过这场。 无情火所引发的危机。悠人神谷等于说，把这个传统的技艺长成一个现代的一个艺术作品。道跟艺其实是一体的，也就是所谓的活在当下，一个真实的片刻。 翠绿山峦将湖水包围条咧，充满氛围的美梦景色，传来一阵一阵的歌声。节奏甲日头变换的锣鼓声，无雨水无共款的状态，比论生命经历的各种样貌，这是台湾出名的表演团体悠人新歌的经典之作《听海之心》。 头一摆以宜兰明池湖广山色为舞台，谱出令人入迷大自然乐章。原住民翻唱开阔辽远，秘书将观众带入风尘俗世。随来首席歌者黄志群用大新歌讲出汪洋大海甲潮汐之间的翻腾力量，结合大草锣甲大声半锣沉稳规律的声音，干那3种乐器尔，就演奏出生命生生不息的气势。 带给观众一种宁静的感觉。那么这个宁静的感觉是大自然的本质啊。那么也希望透过演出，那么可以带给观众人跟自然之间的和谐的关系，共存、共生的一个关系。聆听一下大自然里面的声音，让我们透过是鼓声、是锣声，大家共同回到那个内心里面的一种声音的那种状态。那我觉得这个地方就等于说是表演者跟观众和环境一起完成的作品。对啊，直接放在上面。开演前，南湖亲身去刷观众席的椅子啊，伊是悠人新歌的创办人刘若武。为了表现出完美的演出，伊带头去做，团员嘛真辛苦。1、2，往前。 好，再等一下，等一个人下去。好，走。这鼓差不多多重啊？走。200以上。 200多。爱10外人才跟会起来表演中袂使欠的大新歌，搬运的过程袂使马虎，是讲平地行煞更较大的挑战伫后壁。好，来，各就各位，预备，1、2、3。下一点，后面的高一点。1、2、3，后面也要撑一下，后面抬高来，1、2、3。安尼每一部大鼓渡水上架总算定位，准备为观众带来一场前所未有的剧场体验。明治版的《听海之心》回归大自然的舞台，湖水甲山岳的地形，和歌声表现出无共zanzu的音场效果，
湖边瞬息万千的气候变化，更加为演出带来惊喜。那个整个背景是千变万化，就是一下雾来了，一下很清楚。我觉得这一次应该是大自然跟人跟演出者的一个大融合。我非常的激动，因为这是第一次我在台湾看见剧场跟大自然这么融合的一场成功的演出。也希望有人这样的带动，让我们整个台湾的表演艺术更上一层楼。天海之心的故事是为新北市老庄山林来的。1988年，南宁剧坊的创始团员刘玉武创办游剧场，初期为剧团学习起步，5年后将拍鼓、静坐甲武术结合在创作中，转型为游人新歌，造就了特殊的表演风格。为什么会创立这个团？就是为了找到自己，成为一个有跟自己根源祖先有连结的一个文化团体。但是当然，它的呈现方式是现代的。悠人神武等于说，把这个传统的技艺长成一个现代的一个艺术作品。将台湾西古为武术升华为艺术展出，更为老日的传统印象进入认真修行的新面貌。游人新歌的表演有真高的文化底蕴，又有道家合一的实践，获全世界赞叹。表现出台湾的生命力甲土地水。1998年，游人新歌头一摆以听海之心，骑上表演艺术最高的殿堂——法国亚维农艺术节的演出，从此游人敲开国际舞台大门，陆续伫各国表演，风评拢真好。他真的不是在追求艺术形式上的变化，而是其实一直在耕耘内在的东西，而使得我们的艺术的高度也跟着提升。那这是一个在一起的事情。那对我来讲，这就是对艺术界来讲一个很重要的命题。那这也是有的一个非常代表性的地方。击完鼓之后有不同的宁静，享受那个当下的宁静。虽然非常澎湃，但是结束回到那个宁静，对，整个人突然那个当下会突然觉得整个人很有力量。皮肤乌乌，面膜线条真深，舞台顶伊充满原始森林迄一般的爆发力。这是华视新闻杂志6年前采访的阿甘甘碧姑。迄年伊25岁，已经对游人巡回6、7个国家。不过李定心的教，伊较早是犯杀人未遂罪，伫中华加监服刑的收容人。2009年，游人新歌行入伊的生命，从此找回人生对的节奏。我第一次看到悠人的演出是在彰化监狱，然后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是有点傻眼，就是从来没有看到就是可以这样打的，对，我不知道那么多人一起打鼓的力量这么强大，也这么震撼。2009年，悠人新歌甲中华加乐合作成立歌舞打击乐团，透过静坐、拍拳的训练，希望受刑人为心自省，重新出发。当这个歌舞乐团行出加乐，伫舞台顶演出，因为歌声中找回自信，更加为生命拍开另外一道门。环境给予他的状态，就是告诉他他是坏人，所以他不值得去给予一种就是说好的东西在他的生活里头。他如果在这个里面的状态是他感到说，哎呀，原来我是可以这样敞开的，更有自信的，他才不会排斥人嘛。自己最大的改变，当然是可以让家人重新接受我啊。还有一个最大的收获，其实就是被害人，然后就是跟我谈和解嘛。那也就是之后也和解了，和解之后他也常常来看我的演出。2019年，悠人新歌推出全新的作品《苏拉心剑》，内容改编阿甘的真实故事，伊嘛是第一男主角，伫观众面前表现心内捌面对矛盾甲折磨，以及最后自我醒悟的过程。他跟以往悠人所
经营的经典之作有一个非常大的差别。我在这里做的就是让新的观众群走进剧场，让旧的观众群能喜欢上优人不同的表演风格，慢慢找到属于你角色的性格、人物。我们先27岁张振荣是苏拉新建的执行导演，音乐科毕业的伊，除了导戏，过使编剧，这创作养分是来自高中时伫警优班的训练。我觉得优人他有一个非常伟大的地方，当他把这些艺术的种子种在你身上的时候，他不会对你要求回报，而是让我们去明白、去茁壮。让我们自然而然的成为一个想要创作的人、喜爱创作的人。他是给你一把钥匙，那这个门你要自己打开。甲幼人成果比数定着无同款，学生的表演充满着青春活力。2007年，幼人成果突破教学体制，成立景文高中幼人表演艺术班，接受多元训练课程，嘛随着幼人分卡修行激发潜能。12年来，为118位学生起圆梦的舞台。让你们再选择一次的话，还会进锦优的举手。3个来，你们先说为什么？我觉得啊，就来这边就每天都过得很充实啊，就有不一样，有音乐，有肢体，有没有？哦，流汗哦，感觉很充实。我觉得这个地方是我会想一直待下去的地方。我很喜欢表演，然后这里又可以学到很多关于表演的东西。为了有传承的人，这样，所以我想说，那我们要不干脆我们弄一批，我们就是办个学校吧。所以这个班呢，等于也就是我们当年遇到的这个人才要流失怎么办的问题之后，我们办了这个高中部。遗憾的是，因为小资化，2019年第10届景优班进入历史。多年来用艺术为少年的政治观养分，即马因开枝散叶，搁伫伫东西方的艺术领域甲演艺事业上坚定向前行。要去做创作的，他也不见得是要做就是所谓的黄志群跟刘若瑀做的那个作品的那个人，但是他内在必须理解道是什么，义是什么，而他把这件事情成为他自己的未来，那就叫做接班。我们传承的是一种精神，而不是只是传承这个团体能不能还能够，大家是不是还能够固定领到薪水，是你长成了你自己的那棵树，可是呢这个树的根是相连的。所以我从来不觉得有接班的问题。一个人不可能一直在舞台上，那么我的年纪也差不多蛮大的了。这时候呢，找到一个接班人或是一个传承者是很重要的。那么我觉得目前团里面有几个年轻人，他们都真不错。就比方说这样的一个传承，跟这样的传递是可以一直往下走的，一直往下走的。2019年热天，华视新闻采访小组深入山区，为幼人成果留下珍贵的记录。想不到，在8月13早起8点，幼人成果遭遇创团以来上届惨重的祸检。一场大火烧毁老庄山顶的练习基地，山顶剧场甲200多件乐器拢烧了了。其实我们心中有一点，我们是舍不得的，因为从很简单的一个小木屋，然后我们在这个山上到现在迈向第31年，我们也很努力的想要保护这个山，我们希望用我们自己的手来建造一个大自然完全和谐的生态家园，要在这个原地重新建造。刘德武强忍悲痛，讲要伫原址重建练习场，文化部嘛启动急难补助，要协助幼人成果因应紧急的灾害。我看到那些火在燃烧着我们的排练场，在燃烧着我们的鼓，甚至于我们表演的这些乐器。我在想，老天爷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
然后我在心中突然间看见，好像这是一个转捩点。伫翠绿山林内悠人的歌声，曾经由远回荡。经过这场大火的摧残，未来脚步可能大卡袂知，也毋过更较大的困难，拢袂阻碍因向前行。经过淬炼，秉持对艺术甲大自然的执着甲热情，悠人辛苦继续写下因撼动人心的山中传奇。悠人辛苦甲大自然当作是舞台，用上界接近土地方式来演出。经历这场的大火，咱要祝福悠人辛苦赶紧复原，再展风华。休困一下，马上回到《华视台语新闻杂志》。